咱迂回讲吼，来复习一下哈，这是咱的少太阳啊，沙滩上的男孩。South Beach， 好啦，不要乱翻译啦。那个太阳，来第一亮，水星，正片，第一亮 ，Mercury 啊，水星 ，Venus 金星，Earth 地球 ，Mars 火星，呵。高加头前四粒内地行星啊，这一组，伊甲迄个间隔啊，叫一个叫做小行星带。啊，这个小行星带哦，是足侪破片环绕的太阳，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可能遐本只有一粒行星，啊，毋知安怎用讲法，还是自爆嘛？毋知。你像有可能，伊宾馆可能本只有高等文明啊，结果家己发明核武器啊，家己爱蹦蹦的，规粒星球拢爆炸啊，冇可能嘛吼！这个星球拢挂宾馆的生物就会毁灭掉嘛。对啊。炸碎就变成碎片，好。我们科学家一般是认定讲，这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就形成。这其实各有说法啦，有人用数学去运算哦。你看嘛，这个行星的半径，咱减讲到一个，咱进行讲到光年，是光走1年的距离。要光年伫太阳系内底吼，伊的单位伤大。太阳到地球，灵光2轨，偌久？光从太阳到地球，对，没有概念哦。8分钟哈，8分钟。重哟，好强啊，好帅哦！你还要换算啊？我有来讲过了，我之前去一道迄个去做心理建设，它里面有一个尝试测验，那个鉴定员硬办的话，因为我就是挂号去做心理建设，他不知道我测方程式，结果他在做尝试测验的时候，他就问我这一题哦，光从太阳到地球要多久？我感觉你觉得这个当做尝试是不是有点过分？这应该进一级变成知识了吧？等他尝试测验又出这一题哦。他说光从地球到太阳要多久？我只秒答讲500秒，大概8分多钟。有一点仔惊到。好，不要紧，后一题。他问我说：“请你把24个节气随便说3个。”我就回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宿主、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好。来，今天念一次嘛，刚没听清楚。你有听清？都叫大寒而已。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宿主、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叫24个节气。可以用第一次的速度念吗？你问题很多第二个叫啥？这是材料避名呢，冰的呢。讲，你是中文不好还是数学不好我叫你讲3个啦。我自己想的啦。你是中文听不懂还是数学不好啦？讲3个而已啦。我有人说明说我是教理科的，阿姆哥之前同学就像你一样他说老师你慢一点，我要抄起来。
很认真的同学哦。他说老师，明天半夜我要抄起来。我说你抄这个干什么？他说啊，你背那么熟，不是会考吗？我说不会考。啊，老师，不会考东西啊，你背那么熟干什么？我讲好，我以前有这个镜头，要考的我记袂起来，啊无要考的我拢记条条。啊完了倒变过来吼，我若倒变过来吼，我进去做老师啊，然后考了台大医学院啊，足奇怪吼，足奇怪。而且我有什么记？我背24个节律做什么？你知道吗？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听相声，我本来你有听过相声不？相声的那一个讲，他去当家教，给学生列一个放假一览表，上面讲到都放假，所以24个节气都放假，所以他就念了24个节气，我给他24个节气。不拿那鸟，我还为了他相声我把一年到头的节日都背起来我去卖袂记得，无我个会记，免讲嘛，来1月份的节日有啥？你们想不到1月1号元旦不用讲嘛，因为那个又放假嘛。1月11司法节放假1天，1月15药师节放假1天，1月20邮政节放假1天，他就放假一览表。你知道有学生节吗？11月25是学生节放假1天，没有了。学生节没有放假，那教师节都没有放假，学生节还放假，很多很奇怪的节日你知道各节日，我以前各节日叫做民族英雄节8月27郑成功的生日，那天叫民族英雄节。所以就一直背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所以光从太阳照到地球8分钟，好，我一到尾上，我们民国80年有个那一页我们说相声我有来讲过不？你们可能都没听过了。他那一页说相声里面那个男生在家里睡午觉，他就说他在家里睡午觉，电话响了27响，电话接起来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是一个女生噼里啪啦跟他讲一堆话。那女生跟他讲什么？那女生跟他讲说，我受不了你，我今天要跟你分手，因为我会生活在性关系中，后来我是发现我在被抬在性关系中，虽然追求的人生就是一样，守护住的意义就是这样子，有理由让隔断也不愿剪不断，你还把我给刀2段。然后讲慢呢，我讲慢一点我受不了你了，我决定要跟你分手。原先我以为我是生活在幸福和痛苦之中，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被排除于幸福和痛苦之外。虽然追求的本身就是一项收获，付出的意义就是这样取得。我不断不可断，也不愿剪不断，你还乱，我要跟你一刀2断。这刚没课。可以吗 ？OK 了。那问他说你对人家女孩做什么事？他说什么？我对她做什么事？他打错电话。打错电话你要跟他讲啊。我说对啊，小姐，不好意思你打错电话对方讲什么？对方说你也一样啊，你们男人都一样贱啊。所以。那个民国80然后一个说，你怎么可以讲这样？你讲这样伤害我了没有？他就有对方怎么讲？他就说我又伤害你了吗？最近老是这样，不是伤害别人，就是被别人伤害。我就丢对他叹口气说，人生嘛，不就是这样吗？小姐，你下午没有空，我们出来喝个咖啡好不好？然后等下有约出来。你有兴趣？在民国80年，他第一次那也有我们说相声，那个是把传统相声跟外国的脱口秀、餐厅秀做一个结合的表演，在我们那时候很轰动。
啊，嘿，那时候演员那个李国修好像已经过世了啊，李立群、李国修，嘿，愈拍愈传。嘿，我为了好耍要背这个，嘿，要背这个，我嘛知是东西背起来，做这是因为好玩啊。通常你要考东西背不起来，就是你觉得不有趣。来，这小行星，光从太阳到地球8分钟500米，你用1光年是不是单位伤大啊？所以咱有一个 AU 天文单位，这 AU 一个天文单位，它的定义是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因为太阳到地球，地球绕太阳公转不是正圆，它是一个椭圆。好，咱所有的行星绕着公转，或者是月球绕地球公转，它的圆拢是椭圆。所以这个椭圆咱只要有平均的那个半径，所以地球跟绕太阳运行的平均半径叫 1AU， 一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只用光年，光年要超过太阳系以外才是适合的单位。大家好，所以我们都是说，譬如说这个是0点几 AU， 0点几 AU。好，再来就1点多，然后2点多、3、4、5、6、7、8，这个其他的越来越远的恒星都是这样定义单位。好，咱把这个距离用一个公式，天文家用一个公式带进去。这个公式，唔知我无记起来，但这个公式内底有一个 n。拄好凑出来这个公式 n 等于1的时候，带进去它的半径就是水星的半径 ；n 等于2的时候，带进去就是金星的半径。以此类推，3带进去有谁的半径？地球的半径。4带进去就是火星的半径。5带进去是谁的半径？是木星吗？不对，木星要带6。土星带7，天王星带8，海王星带9。加以上，这小行星带啊，所以这排对啊讲，你看，咱本车遐就是1粒、第5粒的，个崩去啊，所以这卖纯碎屑小行星。所以也有这种说法，他用那个轨道的半径，就是这里就缺了，这里就是缺了。安尼，但是天文家里面讲，太阳系形成了之后就有了。所以来一个较大粒的咱无迄个照比例，这条它Jupiter。Saturn 木星、土星土星 Saturn、Uranus 天王星Neptune 海王星，这4粒。来，咱好细节，这两批后一周到后一周，它的特性有什么差异？来，你会让公母点出来。这一组类地行星跟类木行星的差异，来，可不可以讲5点？有啥无讲？想看卖，咱之前讲过啊。这周甲迄周有对无共？你看就知啊。第一个无共的，这周拢伫内底，这周拢伫外口嘛。就是距离太阳的距离，它们这4颗正好在一起，它们4颗正在，是不是凑巧？不是凑巧哦，因为这4粒咱讲过，伊的轴型的是原始甲金属，这是气体行星哦，所以这密度较细，这密度较大哦。
所以形成的时太阳的重力，就把这四粒扭伫内底，这四粒我吹于外口，所以这是因为安尼，唔是说我爱家己来讲好安尼，恁岛内底我伫外口，所以甲我讲过组成成分，岩石跟金属，这是铝合金，这是第二个无共。来 ，size 的大小。 有无画起来？其实伊个愈大，伊个愈大，我这无照比例去画啦。所以这体积小，这体积大，这密度大，这密度小。以质量来讲，是还蛮大，因为它体积是好几百倍，可是它的密度只有，它只有多它乘4、5倍而已，所以。 材料的质量来讲比较大，内部行星较重。来做啥？卫星的数量，内壁是0或1，伊的做水量好几十克，所以卫星的数量差别。这有的卫星拢跟内地行星差不多没大哦。它的组成也跟内地行星比较像，跟内地行星比较像。再来，太阳系引力作用有一个边界，这边界有做的冰块，这冰块会撞入来，按个飞出去，就变做啥？ 卡米特彗星拢会拖一个尾巴，所以咱也叫扫把星。彗星以前台语咱也叫做迄是流星，流星叫绕腮星，彗星叫扫帚星。它的尾巴怎么来的？它不是在飞的时候后面拖尾巴，飞很快后面就拖尾巴，因为尾巴是太阳风靠近太阳的时阵。 太阳风把迄冰块吹融化，迄个个反光，所以伊的尾巴永远是太阳的反方向。伊的尾巴是安尼，向着太阳的反方向，向着太阳反方向。这彗星，地球哈雷彗星飞入来76年，它会再回来一次。尾彗星。 飞来了，一世人别个来呀，他就无意间闯进来，之后就回去太阳系的边界了。哈雷彗星76年来一次，所以你喊你一个人一辈子看2次哈雷彗星呐？你说我超过76岁，我一辈子都可以看到2次哈雷彗星，是不是这样？你要生的刚刚好嘞。你若拄仔伊来一当出世，你讲。 你刚才去你看过？你2、3岁吗？的时候，哈雷彗星来，妈妈说：“哎呦，我小时候抱着你看过哈雷彗星。”你要记得你看过哈雷彗星至少要几岁？5岁，小1、小2嘛，好不好？7、8岁还是10岁？有记忆，知道？迄是哈雷彗星，我看到，还有10岁好啦。 你10岁看，拄啊好，互你看到哈雷彗星，然后你后盖要看到伊偌济，再加76岁，86岁了，已经超过平均年龄。好了，有没有预算？我定为是9班郎。老师有人打电话给你。 有人打电话给我，要跟我讲一下。不会啦，有人打电话给我，我的手表就会接收到。迄个，有一种流星啊，咱讲到西星，流星爱与直接感，拢是尘埃。飞入来，
因为跟大气层摩擦，阿利亚在掉下来之前烧毁，就没了。阿俩没烧完就什么，就掉下来变陨石，砸到人怎么办？你如果真的被陨石砸到，你真正衰啊！晚上注意戴安全帽，防止被陨石砸到。那像一栋为陨石这大，你看那个195页，这么大的陨石砸下来，你戴安全帽也没有用啊。好，所以那个。来，老家来看7之2，昼夜与四季。7之2等于地球自转和公转造成昼夜与四季。依照我们。咱看到讲日月星辰绕地球旋转，圣经里面有讲，因为我们是上帝造出来的嘛，所以我们是神选之子嘛，在圣经下呀，所以意思是讲，既然我们是神选之子，咱就是宇宙为中心嘛，所以日月星辰都绕着我们旋转，日月星辰都绕着我们旋转。后来有一个科学家，这我刚讲过，叫哥白尼，听过无？有。哥白尼他发表的叫做天体运行论，他认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你想哪发表这种？你有听过什么叫水逆无？刚有听过这？没听过哦。水星逆行，其实不止水星哦，我们周围的行星都会逆行。为什么叫逆行？因为日月星辰都是这样东升西降不过那也看到某个时段伊会倒退路哦。在以地球为中心的时代，科学家无法解释说为什么行星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逆行的现象。后来哥白尼他观测这些逆行的现象，他提出说，之所以他们会有逆行的现象，那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绕太阳转啊，所以一追过地球的时阵从地球上来看，它就变成逆行了啦。这样你可以理解吧？周围的行星因为在内侧的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是向着太阳，所以内侧的就是金星和水星让它看不到不容易看到它逆行。所以哥白尼说，只有太阳是中心，我们都绕着太阳旋转，我才可以解释行星逆行的现象。所以一个提出这个天体运行论，认为太阳才是中心，当然它是宇宙中心这句话也不对啦。不过他认为所有行星绕着太阳转，不过伊迄阵这个天体运行论伫迄个时代若发表出来它变成当然异端邪说，它变成异教徒异教徒会怎样？娃娃红休息呢？以前那异教徒是绑到十字架上，活活给你烧死呢。所以哥白尼不要讲，哥白尼做一件代志，伊甲天体运行论写好，伊唔敢出版，伊交有一个朋友，讲我叫你出版啊，你就出版。所以哥白尼当时出版这个天体运行论，来我来讲，1543年5月24号，啥话？伊刚调语，这是他的忌日，同时也是他天体运行论出版的时间。
伊知伊要死啊！伊就甲因朋友讲，你会当出版啊？迄个朋友出版了后，他怀中抱着刚出炉的他的新书，死掉了。你要烧来吧，我正好省一笔火葬费用。反正我都死了，我还怕你烧。人死了本来就是要烧掉。恁读历史，你敢会感觉年代足歹记，足歹记吼？啊，你想办法记会起来，来我教恁一步。恁若像我安尼记起来，恁一世人命不会忘记，你会相信。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传到教宗那边，教宗看了很生气，天主教教宗看了有够生气的，伊就甲册干掉。教宗会晓讲台语哦，伊讲这颗哥白尼哦，真感觉无代志做，一直伫遐543讲我有诶无诶，一直伫遐543讲我有诶无诶，1543年。你觉得我刚讲的是真的吗？教宗真的会讲台语吗？假的啦！但是你安尼，哥白尼几年提天体运行论，1543年，你想要一直伫遐543讲的，记忆不是说脑容量生的头比人家大，还是恁父母爱生。甲别人生啊跳，甲我生啊讲，无啦，记东西要有技巧。这个是，你爱找方式。这个故事编得越奇怪越好记。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恁高中学数学，学着一种叫三角函数。你要拿三角函数无难，三角函数背迄个公式吼，伊把公式一条一条抄来，让变一本册呢。它的公式就可以印一本数学薄薄的叫数学手册哦，没有题目哦，就是只是公式一条一条列出来的一本册啊哦。我以为公式背啦，我即摆存一条会记。来，这条我写互你看。三角函数就生做安尼啦。sin 西塔加 cos 西塔的2倍的 sin 西塔乘以 cos 西塔啦，这个和差化机啊。我想要来记你这条公式，因为我迄阵去补习班，我补习班的数学老师讲，来 sin 西塔加 cos 西塔等于2倍的 sin 乘 cos 西塔，啊，这个是3加 cos 等于2领3角 cos。3加 cos 等于2领3角 cos， 吼，这领3加这领 cos，100块，2领3角 cos， 有哪100块，吼，所以3加 cos 等于2。我大概想着3加 cos 等于2领3角 cos， 我这公式就写出来啊。我一世人袂记起，拢会记起，所以记东西就是这样，记忆好的人是有方法、有技巧。不是说，他天赋异禀，当然这种方法技巧也要学习，但是不是死背硬记，好可以记起来的。你讲日期你也要记起来，日期要哪记？日期我免记，因为这刚是我的生日。我讲，哥白尼挑一缸，我伫。迄个哥白尼，迄个漂移之后的300多年的同一天出生了，所以这我没，300。你嘛没记这啦，不用记到他哪一天死掉，1543年就好了。再来，所以呢，地球自转。造成这个昼夜交替，咱地球自转轴，我之前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迄个都学去到
装卡，看到一个小学生中年级的小朋友，3年三个地球仪算足古锥的，迄个督学的讲，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你知道这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不问还好，一问小朋友哭出来了。我说不是我弄歪的啊。拄着就讲，这老师的三地球仪用同学算，我袂算，当做题安尼算，你也无教伊，等下阵我欺负小朋友，甲伊用哭甲小朋友带去找老师，老师，我是督学，我问你们小朋友地球为什么是歪的，他就哭了，说不是他弄歪的，老师吓一跳呢。老师说，报告督学，我们是乡下学校。所以我们小朋友都没有补习，然后家长都种田，没有时间管小孩，同学都笨笨的。但是呢，我们同学有一个好处，他很诚实，他说不是他弄歪的，就绝对不是他弄歪的，你要相信他。对这老师人家不怪学生安尼，总爱一锤好定嘛。校长。我看你们学校的小朋友玩地球仪，我问他地球为什么歪歪的，他哭了，跟我说不是他弄歪的。我去找老师，老师说你们小朋友很诚实，说不是他弄歪的，不是他弄歪的。校长一听，立正站好，惊到那安呢？报告督学，这不能怪我们老师，这实在是因为上级给的经费不足。所以我们只买得起歪歪的地球仪。如果上级给我们编足够的经费，我保证不会买到这个瑕疵品。我一定都买值的地球仪，我会严格品管。我今晚问你咧，今仔日来个学生都写问你讲，小朋友那你们不会哭出来同学，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你怎么回答？地球自转轴是歪的。很好，地球本来就歪的，所以地球仪当然是歪的因为地球仪就是弄地球嘛。我继续问你，读写继续问，太空中又没有上下左右，地球歪的，跟谁比是歪的？太空，咱即摆，你讲好我呢，我徛歪歪，我是跟什么比歪的？铅垂线嘛，我跟铅垂线比歪嘛，你吊一个物件，你为什么会有铅垂线？我的铅垂线指向地心嘛，可是太空中有地心吗？它也没重力，也没地心，我地球跟谁比是歪的？我地球跟谁比是歪的？其他行星。切线。对。其他行星。其他行谁随便一个。你想要唔讲老大的太阳。对太阳是个老大的咱老大一个太阳你要知道太阳的质量占了太阳系的99%是不是老大的？是老大的，都足大的。不过问题来太阳嘛无上下左右你敢讲太阳只对一半，对不？太阳也没上下左右太阳的照射角度太阳的照射角度。太阳的什么？照射角度。照射角度，有点对来，这我复掉。如果要说完整一点跟我们这有关。一个太阳比歪的是
它绕太阳的公转面，这太阳，这地球，太阳公转性有一个平面，它是相对一个平面歪的。你若把这个平面的垂直线画出来，地球的自转轴是斜一个角度，这个角度等于23.5度，所以咱地球以端跟垂直斜了23.5度，所以咱周围地球仪拢是斜23.5度，拢相同哦。你若买着直的，迄敢是瑕疵品哦，啊。你也没看过直的地球仪，所以呢，地球等于说斜长一个角度旋转。你会记咱，我无讲着，咱头前的行星内底吼，我看伊有画无？伊无画，有环的不只是土星。天王星有，但它的环很奇特哦。它的环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就是地球。天王星的环是这样，土星的环是这样。想要让土星的环这样子，因为环一定是自转轴这样子，环这样子嘛。跟天王星的自转轴哈，它既然是它的自转轴居然跟公转几乎是重合哦，所以天王星的自转一起躺平了哦。那地球自转是斜一个23.5度这样转哦，绕着公转面哦。天王星是完全平躺的这样子公转哦，那人家奇怪，所以也环变做是直立的哦。科学家推算哦，根据它环的形状还有这么奇怪的自转轴，他得到一个结论：这粒星真紧魂飞魄散。它是气体行星哦，有可能再一次大量物件来牵落，结果伊气体整个魂飞魄散。伊若气体分类扩散掉，有可能就变成太空中的气体就不见了。不过哈，它散得不够远，它后来又因为重力集中起来，可是因为这样一打再集中起来，它就产生它的这么怪异的环跟自转轴。好，这种科学家用模型推算出来的结果。咱讲地球，不过迄对咱无重要。咱地球因为倾斜一个角度转，因为它会自转，所以有白天黑夜。因为它倾斜一个角度转，造成什么？咱波西人四季，咱的自转轴呢？咱地球仪若完全垂直，自转轴若完全垂直，咱无春夏秋冬，一年都是一样的季节，那个无好算啊嘛。如果没有春夏秋冬，一年到头365天都是一样，安尼嘛无好算嘛。你若一赤道遐照讲，你嘛无秋天啊冬天。你如果到赤道那边，你就是只有春天跟夏天，只有热跟很热两种季节，好，只有这两种。